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台南北门区瓦盘盐田是现存最古老的盐田，不仅开发多元的盐文化，更结合当地的平安盐祭，成为独特的旅游景点。今日云嘉南风景管理处就以此为主题，拍摄一支影片，并获得柏林旅展金门城奖生态旅游类迎新奖。整齐排列的瓦盘盐田是台南北门井仔角瓦盘盐田的特色，搭配一旁盐田露水的倒影，以及光影交织、变化万千的彩霞，景色非常的迷人，总是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游玩。整个区域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维持了它一直以来200年这样的一个风华，它现在还是有在人工晒盐。11月一直到3月是瓦盘盐田整个生产盐最活跃的这时候。井仔角瓦盘盐田是台湾现今最古老的盐田，延续了100年的晒盐技法，并宣扬晒盐文化，同时引进民间资源，开发多元的盐文化商品。另外结合当地平安盐祭活动，将这里成功打造为一个兼具文化保存、环境教育的永续旅游目的地。我们之所以会去参加柏林影展，我们想要传达的是，这个地方不只是现在在生产盐，各位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会现在有4个这个让游客去做一些体验的，就是我们想把这个一级产业的这个生产盐，逐渐把它带入到跟油气跟游客来到这个地方有所谓的环境教育，让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哇，玩盐巴，原来这里盐田是这样产生的。你所接触到的盐，可能小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他一辈子没有在盐巴里面打滚过哦。所以我们整个画面呢，把平安盐祭的请盐跟这个送盐的这个仪式带到这个里面来，就是想要去传达井仔角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历史产业文化的这样一个意涵，它不是死的，它已经除了存在这个生产之外，也转型了，它跟生活跟旅游很有关系。它是还是一个活的盐田。那这个活的盐田不是只有纯粹晒盐，晒到大粒光、细粒光。你来讲啊，一颗盐一粒汗。那现在就是今在讲，你看现在里面都还会有人在那里面去玩盐田，去推一下盐田，享受一下哦。原来盐田要晒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部影片是由云嘉南风景管理处所拍摄，同时得到今年柏林旅展金城门奖生态旅游类迎新奖，加上先前的多个国际奖项，让井仔角瓦盘盐田成为国际认证的环境永续旅游景点。记者台南综合报道。台南市不动产估价师公会统计，今年1月到3月21日的全台低价预售屋排行，其中最便宜的建案就位在高雄大寮区，两房产品成交价仅333万元，对比周遭新案的2字头均价亲民许多。房价高涨，许多低年级生被压得喘不过气，但其实今年还是有少数建案开出了超佛心价格，让买房不再只是梦想。根据台南市不动产估价师公会最新统计，全台最低价建案就在高雄大寮区，距离最近的国小步行5分钟就到，大约18坪2房2厅1卫的预售产品，成交总价却只要333万元，单品18.5万元就能入手，相比起现在蛋白区新案单价至少都得要2字头以上，价格相对亲民。有可能是当初那个建设公司或者是建商在取得这个土地的成本就比较低，那将它的盖的那个建筑，它是以新加坡式也就是车位都在1楼的部分可能向下挖的那个地基，并不是想象中就是需要那么多的工法或者是建设的成本，所以它才有机会把那个单价控制在比较低。统计全台排名前20的低价预售建案，主要集中在桃园、苗栗、宜兰和南高屏地区，通通都只要439万元以内就能入手。高雄包含林园、大寮、美浓以及大树区都有建案入榜。如果没有那么需要住在市中心的话，又想要住新屋，这几个点是可以考量的。入榜的前20名低价预售建案，全都是只有1到2房的小宅产品，但房仲业者也提醒民众在购买小宅时，除了价格之外，也得特别留意扣掉公设后的室内实际坪数面积以及公共空间规划。也有可能因为户数的关系、户别的关系，
小宅通常面临的不是管理员比较缺乏，就是可能管理上面，就是社区的管理上面，可能也是他注意的部分。小宅虽然总价带较低，但却也可能存在公设比高等问题。民众购屋前记得多方比较，以免捡便宜不成，反而受了一肚子气。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台南凤梨将进入盛产期。台南市议会与台南市联合行销台南凤梨，还将凤梨入菜，甚至加工成各种农特产品，希望用行动支持在地农民。台南凤梨即将进入产季，台南市议长邱丽丽与市长黄伟哲日前趁着议会召开临时会，在明治议事厅召开记者会，邀请许多议员以及农会总干事、中破塞共同行销。台南凤来，凤来。议长邱丽丽表示，今年因为日夜温差大，很多早熟的凤梨裂果率高，造成农民的损害，因此希望市府协助收购加工。而市长黄伟哲也表示，虽然台南种植凤梨的面积全国第2，不过品质绝对最好，相信今年的产销一定顺利。因为今年的天气很诡异哈，就是忽冷忽热，那造成农民在采收凤梨上面的一些的问题哈，就是online 必亏啦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年我们要大力的推销我们好吃的台南凤梨，让我们好吃的台南凤梨呢能够在我们不是说只有全国哈，我们行销到国外去。我们今年去到日本哈，那有一些这个凤梨的新的通路会慢慢开出来，接下来就有日本的商社会来台湾采购。那我一定要求他先来采购台南的凤梨，因为台南凤梨是最好的，品质跟数量都是数量是全国第2，品质是全国第1。那我相信接下来一定能够让这个广大的消费者品尝到最好的凤梨。现场也邀请中破塞、蔡瑞成将凤梨入菜，有凤梨海鲜酱烘蛋、凤梨龙船石斑片等多道料理，充分展示凤梨不同的创意吃法。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怀旧小吃糖炒栗子是许多人喜爱的甜点，一颗一颗接着吃，非常顺口。但有时也会遇到栗子剥不开或一剥就碎掉的问题。位在高雄莲池潭周边，有一位爷爷卖的糖炒栗子，不但好吃又好剥。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瞧瞧。卡兹卡兹的声响，外壳剥开，一颗浑圆饱满的栗子，让人看了口水直流。我比较喜欢吃它的那个糖炒栗子。怀旧的传统小吃糖炒栗子，你们一定吃过，但是这么好剥的糖炒栗子有看过吗？这一位76岁的爷爷贩卖着手工现炒的糖炒栗子，位置就在左营莲池潭孔子庙旁。已经82年了，伫遮82年，阵啊，伫遮是无逐个伫遮，因为我到92年，我才逐工伫遮。哦，它这个糖炒栗子跟别人吃起来就是不一样的，里面的那个馅特别好吃的，因为有的别人吃起来不好吃，它这个比较好吃，它比较绵的，绵绵的。一般民众在剥糖炒栗子的时候都会遇到麻烦，可能要用牙齿啃一啃才能将壳咬碎，甚至是怎么剥了半天，内膜皮都跟栗子粘在一起，让人剥得好生气。客人指出，这个老板炒得很好剥，只要单纯用手剥就可以了。他也有，但是我没有在用啊，用手剥就可以了。会差多少差就久安尼吗？嘛袂使差足久。都会有够到迄个时间有够安尼就好啊。白天会在莲池潭周边，傍晚就会选择有营业的，像是大社夜市或是冈山西东路旁。虽然生意不见得都好，但这或许就是生活。他选择将工作当作运动。即马较无好做啊啦，即马就是安怎呢？生意侪人做，较早高雄县市、高雄县、高雄市才6担尔。即马才60担，所以安尼歹做啊。这个看天气啊，有人买我就搁炒，无人买我就无爱炒。
怀念古早的好味道吗？不妨来莲池谈观光旅游的同时，看看有没有机会遇到这位卖糖炒栗子的老板吧。记者邱玉婷、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2023年台南学甲竹葵花季举办至今已迈入第10年，现场除了竹葵花以外，还有火焰、鸡冠花、鼠尾草、百日草等。欢迎爱赏花的国人朋友踊跃来台南旅游看花。2023学甲蜀葵花文化节举办迈入第10年，已经成功打响学甲蜀葵花的名号。为让来看花的民众有更好的体验，区公所也在周围架设了装饰艺术，让民众能够有更好的取景。区长张明宝表示，虽然今年雨水较少，花况可能不如以往，不过区公所也尽最大的努力浇水，就是希望能够让来赏花的民众不失望。蜀葵花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了哈，每一档拢吸引真侪咱本地佮兼全国好朋友来看咧蜀葵花今年呢，咱蜀葵花花季呢而且咱这个2月25开幕接续咱3月初4一个艺术 party 的活動。一直咱的延续到4月底啦，差不多4月23至4月底，这段时间来合作，拢有真水的花通去看。今年的蜀葵花成长了袂歹，成长袂歹，但是边仔这个撇春花卉咧，譬如讲咱的火焰鸡冠花啦，因为今年多气候因素的关系，无啥落雨，造成讲咱这个撇春的火焰鸡冠花咧，成长了并无真大丛啦。但是整体来讲也是真水，边仔这个鼠尾草即摆开了长水，所以而且咧要呼吁咱全国的好朋友若要看咱全国上大的蜀葵花咱上水的蜀葵花园来合作。民众若是对活动有兴趣，可以前往学甲区的光华社区，就能看到这片全国最大的蜀葵花海。不过要注意，蜀葵花季只到4月底为止。现在正是看花最好的时间，民众就要好好把握。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三民区一间餐厅创办人因为舍不得卖相不佳的蔬果遭丢弃，坚持使用外观属于下级品的丑蔬果，更发挥创意做出棉花糖卤肉饭，希望可以带起环保的正义循环。您知道每年有多少蔬果仅只是因为卖相不佳而被丢掉吗？高雄三民区一间餐厅，所有的蔬果食材只选用长得不好看的丑蔬果。老板从自身做起，推广食物资源永续，让每一颗蔬果都能发挥应有的价值。我们直接把丑蔬果，然后加工烹调成是一个餐盒，甚至说是卤肉饭的一个系列，然后可以如此用最简单、最少碳足迹的一个方式，然后可以去更触及到普罗大众，去享受到美好的食物，然后认识到说丑蔬果其实它是很美味的。在南部，蔬果依照外观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为了消费者能买到漂亮的上级品，在采收、运送、审核的过程，就有很多美味却不美观的蔬果被淘汰，造成食物无端的浪费。我们去跟统一的一个摊商去这样去收下品丑蔬果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只做收丑蔬果的菜，其他品项我们不收。也因为如此呢，其实我们发现说，光这个部分我们就处理不完了。更何况是说全台湾各地有那么多的一个果菜市场，还有那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会希望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能够引起大众来去重视的。这个洋葱的话，看起来好像没怎样，但是它是下品的原因是在于说它不够大粒。正常的话，餐厅或是在消费者希望的洋葱会是这样子大，但是它只有这样子。正常来说，它希望是这样子大。哇呀，你看哇，呈现一个 L 型，这个也是弯的，所以你在菜市场看到那种超级直的，那个都上品，这个都是下品。老板说，丑蔬果只是长得不好看，但在饥肠辘辘时吃进嘴里的满足和疗愈感却是丝毫不减分。秉持着疗愈的想法，老板推出了独一无二的棉花糖卤肉饭。它整体吃起来的感觉，它会有点像是烧冷冰那样子，咸甜的，不会不搭，很搭。我们曾经有客人，我们曾经老顾客，他来他都不点其他，他是单纯就是点棉花糖卤肉饭。很神奇。
因为只收购丑蔬果的坚持，老板必须反复衡量经济效益，也遭遇过不少顾客的质疑。就是说啊，你们收购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你们还是卖这样子的价格？然后不是比市面上便宜个2成、3成之类的？甚至说啊，市集品的东西是不是就不好？那你为什么要卖给顾客让我吃这种东西？我们也是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在。就当场就说，如果我早知道你们是卖这种东西的话，那我就不会买了。环保观念也好，或者说消费者意识抬头也好，已经这种声音已经渐渐比较少听到了。在我们之前，我几乎没有听过高雄市有这样子的一个诉求的一个餐厅。那我们开了第一枪，之后发现说，这个商业模式它是可以行的。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有其他的店家可以去仿效我们的一个做法，然后将更多的一个美好的食物，然后呈现给一个消费者，再更扩散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随着环保观念和消费者意识的抬头，老板说，大部分的人还是非常支持他的理念。这间餐厅就是丑蔬果议题的发散点，让更多人了解到食物浪费的迫切性，让城市里的食物不只美味，也要环保又健康。记者肖逸轩、李凡飞高雄采访报道。为了支持台南市的生障团体和庇护工厂等公益单位，每月第2个礼拜4，在台南市永华市政中心地下1楼，劳工局都会安排阳光市集展售会，至今已有2年多。今年开始，虽然疫情缓和，人潮和买气逐渐升温，不过也呼吁更多民众共同来购物做爱心。来自台南市身心障碍团体、庇护工厂以及晴天坊等单位，每个月第2周四受劳工局邀请，都会轮流来设摊。除了让市府员工和洽公民众认识他们，也进一步可以支持他们所推出的产品来义买。其中去年才成立社团法人的福佑天使家庭协会，就推出家长为了照顾脑性麻痹特殊儿所创作的纯手工艺品，放在这摊位上，然后提供他们展示的机会，帮他们就是展示卖出这样子。那这些展示卖出，他就会有回捐5%的钱，回捐给我们福佑协会这样子。那其实我是就是很鼓励他们，就是可以就是在家里虽然照顾孩子很苦闷，那其实可以创造一些经济啊或是开心的成就感的地方。该市集前年就推出，只是受疫情的关系，人潮和收入都有限。不过劳工局说，上个月已经有1万元的销售成绩。会中也意外发现都发局主秘前来捧场。我觉得他们东西都蛮精致的啊，那一样要买的话，顺便还可以做一些这个爱心啊，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我觉得是很值得啦。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身心障碍团体，或者是我们现在台南市有6家的庇护工厂，那他们都有非常多就是产品很丰富的一些包括有手艺品啊，还有食品啊，无毒的蔬果啊等等啊，那像包括面包啊、点心这些，那也可以来提供我们的市府员工有一个多元的一个采购的管道哈。劳工局透过满额送，从消费200元到800元不等，都有提供礼物回馈，也感受到买气有了提升。当然，不管有没有额外赠品，如何在别人有需要的地方提供微薄的帮助，也是创造彼此的温馨与感动。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左营建业新村有一处眷舍工地需进行整修。村民们向高雄市都发局申请社区营造计划，由东方设计大学学生协助规划，将这处空地整平，并架设舞台，让村民们举办活动时有更好的选择。建业新村这处眷舍空地经过整理之后，铺上磨石子地以及红砖，中间还有一个木质的小舞台，四周还有几块绿草地，环境算是相当不错。不过在之前，这里的地上留有许多房子拆除之后的地基和小石块，村民在这里举办活动时有点小危险。地面上都是凹凸不平，所以如果我说我们要办活动的时候，可能会很担心说小朋友踢到凸出来的
遗迹这样，然后就跌倒什么，就会有安全性的顾虑。整理这处眷舍空地，村民可不是自己掏腰包，而是村民参加市府都发局的社区营造计划，在媒合大学生协助规划完成的，不花村民任何1毛钱，但过程中却是汇集村民的共同意识，和大学生们一起打造出大家共享的空间。所以这块空地，它现在整理起来之后，就是都是不会跟我们村子产生一个冲突感，它就是使用我们村子的砖啊、米石子啊、木作啊等等的元素，然后构成一个日式空间的一个空地。这样，学生要到社区来蹲点，先跟社区讨论说他们的需求，然后还有他们要找到地方在地的元素，然后结合在设计里面。那社区学生也要参与实作。这项社区营造计划是媒合大专院校师生深入社区蹲点，和社区志工一起玩创意，将社区闲置杂乱的空间变身为社区新亮点。未来也将计划扩大为不限媒合大专院校师生，其他民间团体也可以加入社造的行列。我们像今年的话有做一些调整，就是本来是只结合大学生，那今年就是把大学生更改为串联型，它就是可以结合在地的青年或者是社会青年，或者是年龄层更低的也可以，对，或结合企业。眷舍空地整理好之后，建业新村的村民已经在这里举办多场热闹的活动，让来建业新村参加眷村活动或住眷村民宿时有一个户外聚会的好地方。村民要使用的时候，也可以向管理者登记。而且最棒的是，就是它整理起来之后，大家进到这个村子的时候，它终于不是废墟，对，就是很开心，就说我们村子好像终于开始有在活动，有在活络，然后也可以藉由计划，就是凝聚大家的感情，我觉得很棒。社区里都有一些麒麟地或脏乱点，光靠社区的力量恐怕无力处理。透过社区营造计划，加入其他资源，带动社区共同意识，打造属于社区独有的空间，凝聚社区意识，让社区更好。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左营自助里被左营大陆区分为2个区块，一块是住宅，大楼林立，较为整洁；一块是旧社区，巷弄狭窄，也比较脏乱。里长在进行社区打扫时，都会特别加强旧社区的整洁。2个区块的社区志工都热情参与，一起让社区更好。自助里里长率领志工们进行社区打扫活动，这一次要打扫的是自助里的旧社区。这里有许多公有空地，种了许多树，落叶非常多，加上巷弄深入社区，清洁队的扫街车不容易进入，志工们只好用人力的方式来打扫。平常这个清洁队也比较不会就是去巡逻到这边，那我们这边呢就会固定变成我们的志工的这个加强的环境的一个清洁打扫。那而且这边的树非常的多，很多都是文化局跟国防部包含这个旧遗址，所以这边都保持有原有的这些树的这个生态，对，然后所以我们都会很尽心全力的在这个旧自助这边做清洁。在里长的号召之下，不少志工都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有的会特别排休假，有的是利用上班前的空档来打扫，而且新旧社区的志工都有参与，大家都非常乐意为自助里付出。趁早上没有班，8点半到10点，10点半左右都可以来这边参与行动青年自助里的巡检工作。那是烟头啦，烟头现在很多吸烟的烟头，还有一些树叶那边很少来，基本上活了32年，从来没来过这边。对，就希望可以让这边可以每个礼拜来这边看到它的变化，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一边打扫，里长也一边观察旧社区里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像是树木有倾倒的危险，就利用铁架支撑；路牌歪了或位置不理想，里长也会想办法改善，或向有关单位反映，随时为社区做体检。对，因为它之前是放在这个树上，那因为长时间这个树的根越来越大，所以导致它的水泥就整个破开来，那整个路牌也就歪掉了。那我这部分呢，已经有请这个交通局他们重新再装设这个路牌，可以让民众进来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条是什么路。和新社区的住宅大楼相比，旧社区的环境确实比较不容易维护。旧社区的居民看到里长特别发动志工来打扫，也特别感谢。里长虽然来自新社区，但也认为新旧社区应该要更好共融，不分彼此。
对，那一路这样子扫过来，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民众给我们的建议，或是希望我们在这边环境上的一个期许。那玉腾在这边都会听到他们很多这个建议以及期许的时候，我也会在做一个规划，或是纳入一些这个未来的这个环境的清洁打扫的定点巡回这样。自助里2个区块的生活条件不同，也有各自的问题。里长针对旧社区的环境问题，提供打扫整理的服务，希望新旧社区多多交流，凝聚更多的社区意识。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曼珍，祝你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